2026係一個將所有車隊重新拉返同一條起跑線嘅年代，其中最令人關注嘅就係今次係設計大神 Adrian Newey 第一次擁有幾乎完全冇限制嘅設計自由，佢可以重新寫波箱，重新規劃內部導風路線，重新定義成個底盤結構。問題就係，對 Aston Martin 嚟講，咁大規模嘅革命究竟係機會定係災難嘅前奏？AMR 26真係有可能一出場就震撼全場，抑或會因為過度激進而直接跌落地獄？另外，車隊內部嘅重建壓力亦越嚟越明顯，工廠每日加班，部門不停返工，流程不斷重寫，再加上阿朗素呢位對底盤極度敏感嘅老將喺背後一步步推動住成隊車隊向前行。佢同 Newey 嘅合作到底係火花四射嘅完美組合，定係兩個強烈工程個性之間嘅磨合戰？Aston Martin 今次係踏入新時代，定係越走越深嘅豪賭？AMR 26能唔能夠成功破解新規例，喺強隊之中突圍而出？今次就會由技術、流程到車隊文化層層拆解呢隊曾經俾人睇小嘅中游車隊。不過開始之前，如果你仲未 follow 我個 channel，就記得 subscribe 啦。事不宜遲，即刻入正題。大部分人以為激進係指車身造型、前翼外形 Cyborg concept， 但實際上 AMR 26最大嘅激進並唔係肉眼可見嘅外形，而係睇唔到嘅內部工程層面。根據多個獨立消息來源，AMR 26內部嘅導風系統複雜程度超越現代 F1 大部分設計，近似一個封閉空氣迷宮。冷卻風道、渦輪前後壓區、ERK 電機散熱、尾部排熱策略、地板上層氣流路線全部重新排列。呢一種大幅度結構重寫並唔常見，因為大部分車隊冇膽量一次過更改所有系統。太多部件同時改，其實代表太多隱藏變數，出錯比例亦相應上升。但係 Newey 嘅工程哲學一直都係以成架車為單位，唔會將空力結構 PU 整合切割成獨立模組咁去處理。佢著名嘅能力就係令所有子系統互相支援，而唔係互相妨礙。所以 Aston Martin 喺 AMR 26上面大膽採用一套全新內部架構，將冷卻、線速、油箱、電池模組、渦輪位置全部重新處理。講得直接啲，AMR 26唔係新車，而係新物種。但呢種大規模嘅重組令 Aston Martin 內部好大壓力，工程師工時接近每星期60個鐘，部門之間需要反覆溝通，部分員工甚至被調職或者離開團隊。呢啲並唔係負面新聞，而係 Newey 嘅工程模式必然帶嚟嘅結果。佢從來唔會盲目相信電腦，唔會假設設計圖紙係正確，唔會容忍差唔多。佢會要求工程師逐件審視、重新檢查，每一條冷卻管線、每個螺絲位、每段熱管理路線都要有明確工程理由。對慣咗舊平字架構嘅工程師嚟講，呢種方式係衝擊，但對於一隊想真正成為強隊嘅車隊，呢種衝擊係必要。Aston Martin 其實由2023年開始已經見到隱憂，前期飛起、中期失速、後期崩潰，全部都源自於缺乏一致嘅設計哲學。而 Newey 嘅加入係第一次令車隊有能力拆散再重建。我相信如果冇呢個過程， Aston Martin 最多只能夠維持中游強隊。而經歷呢個過程之後，佢哋終於有資格挑戰頂級。同時，今年係 Aston Martin 第一次可以自己設計波箱。以往佢哋俾平治框住咗所有後懸掛位置、變速箱外殼形狀、冷卻系統佈局，全部限制住底板同後翼嘅空力。但喺2026年，佢哋終於擁有完全自由。自由意味住可以打造最貼近 Newey 空力需求嘅幾何形狀，包括更加短嘅外殼、更加細嘅後端、高度壓縮嘅懸掛結構，甚至可以重新放置 ERK 電機同電池模組。但係自由亦都代表住風險，因為第一年做波箱通常一定會有可靠性問題。Aston Martin 多次傳出延誤、內部測試不足、部分結構甚至需要重新 homologate 等等情況。呢種狀態雖然聽落好混亂，但實際上都代表住車隊真係突破緊極限。簡單啲講，如果今年 Aston Martin 做得好，性能回報會係霸王級別；如果做唔到，可靠性就會成為最大噩夢。喺 Aston Martin 巨型工程革命之中，阿朗素嘅角色遠遠唔止係車手咁簡單。雖然提及技術方向多於人事變動，但係由工程流程重組可以推斷，阿朗素已經變成 AMR 26嘅概念驗證核心。佢對底盤敏感度極高，尤其係前端回饋、初段轉向咬地、後續負荷轉移嘅細微差別，係其他車手難以複製嘅 level。當車隊將內部導風系統、波箱外殼、後懸掛幾何、熱管理配置全部大改嘅時候，最困難嘅部分唔係做新設計，而係判斷新設計可唔可行。而阿朗素正正係呢個年代最擅長判斷一部車嘅潛力同方向嘅車手。對工程團隊嚟講，
阿朗素嘅回歸經常唔係用一堆遙遠抽象詞語，而係具體指出問題所在嘅系統層級。例如佢能夠準確分辨到底係前懸掛幾何設定錯、地板起樓位置唔啱，抑或冷卻系統引起嘅重量分佈問題。呢種能力喺 AMR26呢類激進架構裏邊尤其珍貴，因為一旦錯誤定位，工程部門可能用幾個星期重做錯誤部分，而阿朗素嘅判斷能夠直接刪走大量冤枉路。阿朗素可以話係 AMR26嘅人類風洞，而喺一隊全面重建嘅車隊裏面，能夠快速跳出迴圈、刪除錯誤方向嘅能力，比單純嘅圈速更加重要。雖然阿朗素同 Newey 之前從未合作過，但兩個人都一直互相欣賞對方。Newey 曾經多次暗示阿朗素係最能夠同工程師同步思維嘅車手之一，而阿朗素亦公開講過 Newey 嘅車唔一定係最快，但永遠係最好揸。今次兩個人終於能夠合作，產生嘅效果喺工廠裏面變得好明顯。工程團隊形容兩個之間嘅討論並唔似傳統車手 vs 工程師模式，而更加似兩個工程師共同為一個概念辯論。有時阿朗素會提出極細微嘅車頭回歸問題，新人工程師一時之間未必理解到，但 Newey 往往可以即刻明白佢指嘅係邊段流體過度壓縮，邊段不足。呢一種合作對 Aston Martin 嚟講係無價，因為一旦車隊選擇全車重建，理論同現實之間嘅落差可以變得非常大。而阿朗素正喺度抵消緊呢一種落差，佢可以比任何模擬器更加快察覺到設計方向有冇錯誤，比任何風洞更加準確感受到氣流變化帶嚟嘅 drivability 差異。甚至可以話，如果冇阿朗素嘅直覺同判斷，AMR26今日需要嘅工程時數一定比而家更加誇張。另一個容易被忽略嘅點係，阿朗素唔只係協助工程部門，佢仲係 Stroll 嘅技術翻譯器。AMR26由於太激進，對車手要求亦比以往更加高。前端咬地點變得更加敏感，後續負荷轉移更加激烈，底板窗口更加窄。而 Stroll 本身並唔擅長駕馭極端前端或者高靈敏度嘅車。呢個情況下，阿朗素會以具體語言講解車嘅反應點、重心移動方式、剎車力度、入彎角度，甚至係點樣利用車尾走勢去重設車身角度。因為阿朗素知道 Aston Martin 想喺2026年真正成為頂級車隊，唔可以只係靠一位車手，而係兩位都要有效率。所以阿朗素對 Stroll 嘅協助，實際上係提升 AMR26喺車隊初期嘅穩定性，避免第二架車淪為冇參考價值嘅誤差來源。如果冇阿朗素 ，AMR26嘅開發資訊只會剩低有技術冇人名嘅層面。當然有人講阿朗素咁努力幫 Aston Martin，只係因為合約、車隊資源、金錢。但我覺得真正嘅原因係佢想再搏一次世界冠軍，而2026新例年係佢最後亦都係唯一嘅機會。F1 歷史上每次大改例都會令車隊排名 reset， 而2026呢種等級嘅大改例一定會更加誇張。而阿朗素最清楚知道，如果想喺呢個年代搶佔窗口，唯一方法就係加入一隊願意全面重建、願意冒極大風險、願意壓住激進設計嘅車隊。Aston Martin 正正提供咗佢最想要嘅環境，由 Newey 領導嘅革命工程部門、Honda 全力合作嘅 PU、波箱自由度、極端氣流實驗室、冷卻系統重新設計，唔使受制於舊平治限制。對阿朗素嚟講，AMR26唔係車隊嘅賭注，而係佢人生嘅最後豪賭。如果成功，佢可能成為史上最老嘅世界冠軍；如果失敗，佢會成為呢場革命裏面最盡力也最無悔嘅人。雖然 Aston Martin 嘅重組做法非常激進，但其實其他車隊亦都面臨唔同程度嘅重建。法拉利今年採用咗鋼合金 cylinder head， 仲強調高溫材料同耐用性，目的係避免好似上年動力單元過熱問題再次發生。佢哋嘅空力方向依然係先試再修再補，屬於高風險，但唔係全部重做。相比起 Aston Martin 嘅激進程度，法拉利算係比較穩健。至於平治，就有1:18以上壓縮比嘅超級動力單元，屬於極端賭注。但車架量產線同設計部門仲未完全整合，佢哋可能目前係動力做到極致，但底盤未必跟得上嘅狀態。另一方面，麥拿倫而家處於黃金時期，但內部強調2026唔會全盤冒險，而係循序漸進式演化。佢哋嘅進步主要嚟自成熟工廠同人才積累，而唔係一次性革命。至於奧迪，雖然展示咗極穩定嘅拍攝日成績，但動力單元同底盤仍然存在大量未知數。德國式工程傾向保守，唔會好似 Aston Martin 咁大幅推翻既有框架。綜合嚟講， Aston Martin 係唯一一隊由上而下全面重組所有系統嘅車隊，成功幅度可能係最大，失敗幅度亦可能係最大。如果 Newey 嘅系統成功落地， Aston Martin 可能由中游隊瞬間跳升做爭標行列，但如果任何一環失效，AMR26亦可能成為車隊史上最難處理嘅一部車。
2026將會係 Aston Martin 真正踏入頂尖車隊圈子嘅第一年，亦可能係佢哋最艱難嘅一年。新時代嘅局勢，每隊嘅戰略差異、PU 同空力嘅極端變化，都令所有事情充滿不確定性。但有一樣嘢係肯定嘅，只要 Adrian Newey 落筆嘅賽車，所有人都唔敢低估。AMR 26究竟係下一個 RB7，定係下一個失敗工程？答案將會陸續揭曉。最後，如果鍾意呢條片，記得撳個 like、share 同 subscribe。我哋下條片見。